我安尼听过变动的时代。林文辉，我1922年出世伫打狗的地家店小市村，老爸为着趁食，结婚后就去爪哇的首都巴达比亚经商。老母因为要配合，就去台南医院散步补习班讲习，摕到做产师的执照了后，我6岁时才带我弟弟离开6年的老爸。我的囡仔时代，我当初到巴达比亚的时是6岁。我的阿母甲3儿6年的阿爸见面是大暗的欢喜，小家庭来团圆。对我来讲，无法来亲近草根的老爸。当时阿母差要倒转去台湾，透早起来就走去附近伫街路中央的桥顶，看再会细只船伫下面在行，无要转去厝，所以就连续几若日叫爸母来带我转去。阿母也是做产事，阿爸是经商伫外面，老母真侪钱数，所以常在做伙出门，剩我一个留踮厝内，袂放心，所以说我踮房间内等家用转来，正房拢踮内底。渐渐惯习了后，也甲在地囡仔做伙去外面佚佗，放风吹、鱼珠仔、车竹马，逐日都真无闲。讲到放风吹，真趣味，玻璃片都幼幼，亲像白粉，掺一寡树脂甲水做伙，加热火滚，加树脂油料甲玻璃粉雕蜡，互焦匀，然后规球弹落去。匀匀啊流线，就玻璃粉连地线，到点树枝，中间拍一个啊就搭，用这个线放风吹，向别个风吹挑战相拍，输的这边线断，风吹就伫空中飘落地。转来台湾了后，到即马了袂捌看见有这种风吹的耍法。暗顿食饱后，就偷走出去，甲在地囡仔规定坐免钱的空马车去人地区，因为马车无载人客，无法去，惊妨害到交通。其中一个囡仔的老爸开面小食店，晚上就去食免费，食了就去露天便影院看电影，差不多有人时无人日，政府逐年等我转来。一入门就掠锤仔甲我拍，阿母拢甲我来接，靠后的嘛是照常去。伫日本殖民统治下，阮算做日本籍。当时时伫巴达比亚干搭一间日本人小学校，设伫日本领事馆内面，全校学生不过是20多人。我这班是男2个，女2个，真成熟。学校亲像托儿所，中昼就放学，倒来厝，逐日甲在地囡仔佚佗。饭饭以外拢是伫外面，常在到晚时8、9点才转来。养父的眼中，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囡仔，不是互老爸修理。伫这种情形下，袂放心拖落来顾着囡仔将来，所以我12岁小学4年的时，老爸就决心托人带我转来台湾。一旦伫月台就车要离开的时，对窗仔看到老母依依不舍、伤心满面、目屎淅淅流的身影，如离如分到看袂到的时，我就顶袂牢，忽然哭出来。正住伫台南市苏院的亲情兜，这个离开爸母过着孤单的生活，实在艰苦。伫这个新环境，我真袂惯势，心内少年阿母真不准，忍袂牢就流目屎。有时阵叫我爱厝子的都做怪囡仔，然后掠做我无愿意，了伫拍呼吼。饭到的时，若较青草有猪肉的时，就讲我毋敢食，我看为好大家己来食。因为安尼，无偌久我就走去母姨的厝住。老母知影消息，就赶紧对巴达菲亚坐船转来，搁带去原位。
后来文凯即仔传我为巴达菲亚，坐船经过半个月到台南市，就转入南门小学校4年级。文凯即仔就随时买制服、日用品、上课用具、册包、教科书、运动服等等，伊也无了解，随便买。有一日上体操课的时，就我穿运动裤，睇袂知逐个掠我顶顶上。其中一个我来抽我的运动裤旗，抽一个放一个，讲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大家大声笑出来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迄条裤是女性用的，裤旗有车像哩大，所以萎缩着，无怪互人笑甲遐大声。透早上课就行潜水艇，即马叫做青年路，西大建公园。即马叫做民生绿园，经过孔子庙到学校，大约25分。拄啊转学上课的时，唔知安怎全身日日准，喙齿阁无停，身躯皮皮喘，一直寒起来。呼啦哈啦老师嘛是急主任，掠做我是南洋囡仔惊寒，就叫去走廊拍折，总是也无效。落过手，才知我是患着马拉利亚患热病。有一年全家出外，我一个留伫读册，拄久无注意，把放伫桌骹的石桶踢倒，惨啦！规个石桶颠倒伫涂骹，赶紧对外面毋知要偌济摆刷来诉求互答，听一个毋知流偌济唱歌，全家人倒来。一进门就闻到臭石破味，互我惊甲破胆。若拄着拜六，就倒去伫家爹过暝看外妈，因为伊真疼我。上大时就带较久。外妈过身了后，有时赤梦仔也是透早3点起来买猪屎做家己的所费。阿嬷嘛比例会互我钱，即马无好意思，无依靠。让他安尼做，